你不要生米煮成熟饭吗？那你来吧。你竟然为了裴恒做到这种地步，这跟裴恒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是为了你母亲。哎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人家乐器忘拿了。赶紧拿，拿完赶紧走。你们是回来接我的吗？少城主怎么也回来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咱俩赶紧把衣服换了。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千万不要让韩硕发现了。万一韩硕是发现了，你们就说是你们强硬的要把我带走。但是我坚定的拒绝了你们，并且表示了我哪儿都不去，只待在韩硕身边的遗忘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不是，韩硕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想逃跑，衣服都换好了，还说不想跑。跑了又跑回来了，你信吗？白吉，少君，少城主，哦，你要扮成越人逃跑。少君，幸亏我一天都守在这儿啊，眼都没眨一下，差点被他得逞了。谁的主意？不是，韩硕，你听我说，少君饶命啊！是裴思雪叫小人这么做的。裴恒？你打算跟裴恒一块儿跑？跑去哪儿？跟裴恒真的没关系。白姬，带越人离开。是。走吧。小倩儿，别生气，我跟你解释，我哦，不是，故技重施是吧？啊？哎呀啊！之前是扮成裴恒小厮跑了出去，这次扮成越人，都是和裴恒一起。你真的很信任裴恒？不是韩硕，这真的是误会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只待在你身边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好不好？曾经我爱你，敬你，惜你，疼你，而你却坑我、蒙我、骗我、耍我，无非就是认定我非你不可嘛。既然你能为了两成利益舍弃我对你的情感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对你心慈手软了。不如就将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你还跑不跑？还想拿休书说事呢？你不要生米煮成熟饭吗？那你来吧。你竟然为了裴恒做到这种地步，这跟裴恒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是为了你母亲。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放过她吗？不是，这跟我母亲有什么关系？陈芊芊，我真是低估你了，竟然这般不知廉耻，拿这事跟我做交易。交易？韩硕，我诚心诚意的。你这是作践自己。我作践自己？既然你不想当我的，我想当呢。啊？那就当我的奴仆。这我不愿意。从今以后，烧水、做饭、洗衣、铺床，所有杂事都你来做。不是你有没有听我说？这是你自找的。站住！韩硕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走？我不要面子的啊！
还好忍住了。你怎么又出来了？那个二郡主来了，在书房等。让陈芊芊过去服侍。是。